嘉义水上的北回国小5年前转型做实验小学，为了要培养学生囡仔的创意，学校对1年到6年拢规划这查角加 AI 学习课程。今年就学生利用这查角零件做实验，伫咧课程当中摕到生活加应用科学的第1名。用查角的镜头零件来检查布的反光状况，要透过这种方式来了解什么物件摕来洗衫效果上好。我们在实验中，我们可以知道白醋的清洁能力比较好，但是在家里洗衣机里面如果加白醋的话，这样会坏掉，所以还是市售洗衣机会比较好。学生实验用的物件原本是控制查角的一个零件，学生发挥创意，结合生活中发现的问题，互因用佚佗物的零件伫科学比赛当中摕到好成绩。这个原本的功能是为了侦测颜色，但后来我们改成侦测衣服的脏度。摕来耍的乐高，我拿来做实验，参加科展第1名。学校表示，学生为1年开始，就会配合查角甲 AI 的教材来上课，希望培养囡仔唔但有创意，嘛有动手做的能力。这几年，老师也带我们参加很多不同的比赛，都拿到不错的成绩。咱遮改做实验小学了吼，阮主要是以2种，一个是天文，一个是咱讲的 AI 吼，所以会当透过这个带给孩子们更不一样的一个对未来数据的一个运用。校长讲，北回国小转型做实验小学了后，推动天文甲 AI 的知识课程，配合查角的教材，互囡仔伫耍的过程中，唔但培养兴趣，嘛提升家己对学习的自信。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